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小狐女巫。今日我會想同大家講下關於療癒自己呢一個主題。我相信咧，每個人成長咧，其實都有大小不同嘅傷口啦。有一啲人會成日都覺得冇安全感，有一啲人咧，佢嘅自信會比較弱啦，自我價值感比較低啦。咁到底點樣去療癒翻自己呢一啲嘅傷口呢？其實大部分呢啲傷口咧，我覺得都係同唔夠愛係有關嘅。例如不安全感啦，就係你自己嘅愛唔夠啦，於是你會好想喺對方嘅身上咧感受到愛，你先至覺得安全翻啦。亦都有一啲可能自信心比較低、自我價值感比較弱嘅人呢，佢哋會需要人哋讚佢或者肯定自己呢，或者要拎到好多成就去證明自己呢，我先至覺得自己有價值嘅。呢一啲嘅傷口咧，真正嘅療癒咧，其實都係同愛有關，就係要學識自愛，令自己充滿愛咧，你就唔需要再喺外邊咧去索取噶啦。我哋好容易咧有個習慣，就好似 BB 咁樣，當肚餓嘅時候咧，就會想人俾嘢我食啊，又或者我唔開心想人抱我，不停將個重心咧擺去人哋應該點樣對我身上。我遇過好多客人啦，可能佢哋面對對象突然間唔回覆咧，佢哋就會係咁打電話要求對方氹自己啊，或者要求對方以後要點樣做啊，甚至乎會埋怨對方點解要咁樣對我。呢一啲向外求嘅方法咧，其實唔長久，亦都冇人有義務咧為你每個情緒去做負責任嘅。因為我哋大家其實都係盡力幫你，但係永遠冇辦法做到完美。對於別人嘅幫助啦，其實係一份感恩而唔係一份必然。終歸你最需要學習嘅，其實你係要學識自愛。就係當你面對不安嘅時候，與其將時間去諗對方要對我點樣，不如去諗下點樣安撫呢刻脆弱嘅自己。例如你可以拍住自己心口啦，同自己講，其實就係唔需要驚，我本來就係有愛嘅，我本來就係有價值嘅。將自己當成一個小朋友咁樣去俾翻愛自己，你會慢慢越安撫咧，你會越平靜。更加進階咧，你甚至可以去學習去睇下對方嘅原意，而唔係睇佢嘅行為。例如對方唔即刻覆你，其實只係因為佢忙，而唔係唔愛你，同你嘅價值亦都無關。係啦，當你越嚟越識得安撫自己嘅時候咧，你會更加平靜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咧，好緊張嘅時候或者情緒波動嘅時候，點樣可以好快平復自己同埋療癒自己嘅方法，歡迎留言療癒2個字啦，我會 DM 你更加多方法嘅。同時間，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愛人自愛嘅主題咧，都可以訂閱我哋第3期嘅靈魂月刊。咁我哋下次嘅靈魂交談會再見。